汪東城退出娛樂圈，張暖雅晒驗孕棒報喜啊！呢段熟悉嘅 solo， 以後都未必有機會聽到咯，因為佢話要退出娛樂圈喎。我攰啦，呢個圈子連有細路都唔夠膽大聲講出嚟。希望大家可以祝福我，跟我嘅屋企人同埋我嘅小朋友。再見啦，各位！再見啦，娛樂圈！汪東城定係黃思玲啊？愚人節嘅玩笑，如果係真嘅，祝福咯。係真係假？佢之後揭曉咗係玩大家咋。不過尋日張暖雅喺 Facebook 晒咗碌驗孕棒出嚟，證據確鑿，睇嚟真係有咗喎。愚人節快樂啊，大家！估到你啦，不過又點估到五月天變咗女人會係咁嘅樣？愚人節玩人是常識吧，不過又唔一定愚人節先可以玩人嘅。最經典玩人系列，佢哋敢認第二，應該冇人敢認第一啦。